一种酸雅品名叫做哈西，从俄罗斯酸雅界的 LV， 第3地一袋斤都要200块，也是卖甲真手气。伫个外销的部分，敢若香港就手卖50档。啊，台东有几啊位回乡创业的青年农民，研发出几啊种哈西酸雅新食法，要互大家食到无同款的酸雅的好滋味。每一粒芒果咧都係好大塊。 香港布洛克做導遊，帶大家行一段香港嘅街路，發現講熱天一日到，大家攏愛即味。我呢個芒果芋圓撈咧就到啦。用酸雅做成無共款嘅點心，是講這好滋味可能都是台灣過去嘅。有酸雅界 LV 外匯下雪，目前正伫大村，產地以及品嘅介紹，每袋斤是150塊到200塊，真搶市。外銷部分，甲香港就買50檔。新年產地當然愛閣較有創意。 台東縣內有真濟轉去故鄉創業的青農，研究出真濟限定的美心。雪花冰佮淋一卡的這個酸雅，互人肆意傳銷。其實它的味道比較清爽的，所以它其實在跟甜點或是跟冰品結合都是非常適合的。為牛奶更到冰鎮，要有100%原味的奇亞冰，就是要台灣的消費者食到酸雅各種無同款的滋味。